在这边还要更感谢各位渔民朋友、县府、渔会对过去3年多以来，我们台湾渔业被欧盟举黄牌，终于在上个礼拜5解除了，礼拜4解除了，很感谢各位渔民朋友的配合跟支持我们政策的推动。当然解除以后，我们渔业的管理要跟国际接轨，要打击 IUU， 让我们的渔业让走向永续、有管理、有秩序的渔业。再来，就是真的要感谢各位朋友、渔民朋友后续的支持。最后，我要来这边为这边模范渔民、优秀渔民表示祝贺之意。那也要祝各位渔民朋友行行满载，渔获满丰收。各位嘉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欧盟对我们104年10月提出不合作渔业管理的黄牌警告。那经过我们3年9个多月的努力，实施很多措施，那终于在6月底解除了。那未来我们的渔产品顺利可以出销在各国去，就不会受影响。如果欧盟举红牌的话，就会受很大影响。我们初估会影响到我们远洋渔的400亿，400亿的相关产业的。那现在解除黄牌警告的黄牌，那未来我们渔业署可以实际跟国际渔业管理接轨，来进行一些海洋保育跟渔业永续的工作。谢谢。